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化妝師 Coco。而家暑假咧，我都相信好多媽媽會帶小朋友出去玩嘅，我都唔例外啦。我而家咧就帶咗小朋友去台灣旅行。今日我就帶咗一啲好簡單嘅妝品，想示範一個妝俾大家睇嘅。因為帶住小朋友其實都好多嘢拎㗎啦，所以咧我嘅化妝品都會比較簡約啲。今日喺出邊我又會影好多相，所以咧我想做一個眼睛比較明亮嘅妝。今次我會用面膠嘅假眼睫毛去放大我嘅眼睛。事不宜遲，而家即刻開始啦！出戶外玩唔少得一定要做防曬啦。我會用呢一支防曬有 SPF 50度嘅，足夠令我應付戶外嘅活動。佢仲有少少提亮嘅效果添。跟住我用呢一支台灣出嘅運動粉底液，佢係專俾做運動嘅女仔用，尤其是出好多汗嘅。但係呢，佢嘅遮瑕度其實就唔高㗎，只係有少少輕微調色效果。佢質地比較清爽。我皮膚係屬於混合性偏乾，其實我覺得唔使搽定妝粉對我嚟講都 OK 㗎。就算天氣好熱都唔會覺得流。跟住呢，我就會搽胭脂液，用返珊瑚色比較容易襯。胭脂液嘅好處，搽出嚟嘅效果唔會有粉感太乾，好簡單嘅啫。我將佢輕拍喺面額兩邊，但係鼻梁嗰度我都會加返少少，做一個過渡。分別喺鼻尖、下巴都拍少少。之後當然要畫返糖眉啦。出門最方便當然係用眉筆，因為佢細細支容易拎，同埋佢亦都係上色比較方便啲㗎。始終眉筆相對都冇咁容易甩。再用眉刷喺眉頭輕輕擦開佢，自然眉妝就畫好啦。跟住我就會用呢盒眼影加胭脂嘅組合，我會選擇橙紅色做我眼影嘅部分。佢個顏色屬於低飽和度，所以用手指上都好容易，唔會咁容易出錯。跟住佢仲有光影嗰部分，我會攞嚟做 highlight， 分別加喺鼻梁、下巴同面額兩邊。另外眉骨位置都可以加少少，成個妝更加立體啦。跟住搽返橙紅色嘅唇膏，呢一個又係細細支，方便帶㗎。我自己都鍾意買一啲化妝品 sample，容易攜帶。好啦，想隻眼精神啲就可以貼一貼雙眼皮貼。呢一個我喺台灣啲藥妝店買㗎，我見佢個顏色都係半透明，應該比較自然。其實貼雙眼皮好簡單嘅啫，咁我哋只需要貼返喺我哋雙眼皮接位嘅中間就可以㗎啦。貼喺中間嘅好處就會令到個雙眼皮更加明顯，同時間擘大眼望落去都會比較自然啲㗎。揀雙眼皮貼最緊要係個弧度同埋個厚度。其實呢一個運動粉底液呢都可以唔使上碎粉㗎，咁但係呢，有啲人如果假設真係容易出油嘅話呢，都可以輕輕拍少少㗎。你可以分別喺 T 字位同埋眼底位置加少少定妝粉。跟住呢個步驟就係令到我眼睛更加精神嘅部分。我會用呢個電睫毛器將我真睫毛捲曲。呢個電睫毛器我都覺得幾好用，佢就唔會咁容易夾到我嘅肉。首先睫毛要捲曲打好底，跟住我會用呢兩個工具，分別係可以種到上眼睫毛同下眼睫毛。大家見到呢一個就係面膠水睫毛，但係如果你想個睫毛更加穩陣呢，其實可以掃咗呢一個睫毛液先。呢個睫毛液呢，其實本身係帶有黑色，同時間佢亦都帶有黏度，可以將你之後嘅假眼睫毛呢更加容易貼喺我嘅真睫毛上邊。好啦，而家呢，我就示範點樣將呢個面膠睫毛接落去我個眼部分啦。我會首先呢用手剔起我嘅眼皮，將呢個面膠睫毛係貼喺我真睫毛嘅下邊。
因為貼咗喺真睫毛下邊先會更加自然，更加似我自己嘅眼睫毛。當你貼好咗之後呢，可以輕輕用手或者鉗呢，再調節個弧度，跟住到下眼睫啦。佢呢個下眼睫，我覺得好自然，好靚。下眼睫嘅話呢，係貼喺下眼睫毛嘅上方。佢呢一個呢，非常之細心，因為已經剪好一束束，所以你係一束束加上去就可以㗎啦。呢一個系列嘅上眼睫同下眼睫毛呢，都係焦糖啡色，所以貼出嚟嘅效果唔會話太誇張，帶有放大眼睛嘅效果。最緊要呢，就係貼上去覺得係舒服，唔會覺得拮住隻眼。好啦，已經貼好晒兩邊咯喎，跟住我想整理下啲頭髮。因為始終我頭髮都會有啲毛毛喺個頭頂度出咗嚟，去旅行梗係想帶少啲嘢㗎啦。我又唔想帶一支咁大嘅噴髮膠，所以我用呢一支可以修飾我毛髮嘅膠水，分別喺毛槽嘅位置搽少少，咁你就可以睇到成個髮型呢就會乾淨利落啦。今日嘅短片就嚟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鍾意啦，記得讚好、訂閱同 share。如果大家對一對一個人化妝班興趣嘅話，可以喺片下揾到聯絡資料㗎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